智慧都分为3种：闻慧、思慧、修慧。智慧都也是有3种分别嘛，3种分别里面来说到就智慧本来的意思就是所有一切万物一切法的它的分析怎么说呢，本性上能够可以分别的一种思想，能够分别的一种思想。所以就是所谓的我们所有的众生都是可以讲有智慧跟没有智慧这样的一个分别来说到，就那相当就是很多人来说到，就相当就是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知道善有善的功德，恶有恶的果报，这种的智慧。我们在这个佛教里面所讲的主要的智慧，就是要懂得善恶的分别的一个智慧。然后如果是不懂得善恶的分别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以我们自己，以我们所有的众生因无明而产生在这个轮回的过程嘛，对不对？所以呢，智慧是无明的对治性，以智慧来可以对治无明。所以智慧当然也是有很多的层次嘛，相当我们在修持这个怎么说呢，世俗谛，或者是修持这个圣义谛，以这样的区别这样的过程当中，也是智慧也是有分各种各样，从小到大最后圆满的智慧，就是真正的了悟了万物一切法的本性的这个情境之这样的一种怎么说呢，那个成就是真实的智慧。但是如果是我们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我们千万从一个初学者来说到，就我要修善，善有善的功德，我要断恶，就是修造业有业力因果的果报。甚至很多人就是连因果有没有所谓的因果的存在都不清楚的那些人，那就是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因无明的一个黑暗当中，还是在继续轮回。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能够有一点点的智慧，能够可以让我们分别好与不好。所以这个里面来说的，我们就先不用讲六道一切众生，我们只是刚是讲人类众生当中也有很多这种就是无分别怎么说呢，那个是无能力分别善恶的很多人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来说的，我们就是智慧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名词的大的怎么说呢，作用也可以它的解释来说就这样。但是智慧里面呢，就是有闻慧、思慧、修慧，这个来说的，那我们纯粹就是这个修持佛法的人，那么就是有从闻思修这个方面来讲的。那闻慧的方面就是这样，闻慧的方面来说到，我们就是开始进行闻思修持的闻思修那听闻佛法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一切就是有世俗谛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有还是有这个怎么说呢，有很多各种的幻觉心那么这些也是没有办法在一下断除。但是在我们世俗谛的时候呢，我们就像怎么说呢，色香什么文殊法有五蕴，都是当做一个可以这个怎么说呢，产生贪心的一个对境。那我们就相当就是今天供养佛的前面摆一个那个好吃的东西或者是好看的东西，那我们也是一个执着，就这个非常好看，这个很庄严，所以要供养佛。然后就相当就是佛应该开心，会有这种想法的话，也是我们在这个世俗谛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这样想，因为我们自己的执着没有断除的情况下，那只能也是这样想。但是这个时候呢，你就完完全全就是要一下都要断除是做不到的。那么这个方面来说的，就是有这样闻慧的方面呢，就是所有一切法的它的这个这个怎么说呢？相当就是我们知道，在这个
火它是热的，它有热量的；水它是有这个水分的，然后风它是凉的，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些想法，我们都把全部都是当作是一个真实的，都是存在的，都是一个事实的。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从无始世来就是有造了很多的业，那么这些一定会有业力因果的。所以我们为了要消除一切的这些业障，所以我们要亲近的修持佛法。然后呢，就是佛法的方法呢，我们就怎么去学？那我们就是从听闻这个文法开始。那么哪一个是善，哪一个是业啊？那么就是善与恶这两个的分别。那我们怎么去修持善法？怎么去断除这个恶法？就这样去分别，全部都能够可以得到的这种智慧就是闻慧。那么这个里面来说呢，就是要分别，就是怎么说呢？世俗谛跟圣义谛。所谓什么叫做世俗谛，什么叫做圣义谛，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到最后这两个的基本的最后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结果是什么呢？那闻为一切法就是缘起心空的道理，这个它的这个关系都是要从文法来能够确实下来，才是可以修嘛，对不对？才可以思维嘛。所以就是先要听闻佛法的过程当中，这些意义的道理都是一定要听清楚，一定要学好，这样得到的这个智慧就是怎么说呢？那个闻慧，然后闻慧的下面呢就是思慧嘛，对不对？对。闻慧，知上师所讲的一切正法之此意，自己听闻后如理如实的理解，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只是理解也不怎么说呢？那个理解方面不能有错误，这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嘛。闻慧这里面就是在普贤上师言教的这个的书本里面讲的就是比较简单嘛，对不对？很简单，但是这个是必须得要知道，这个是比较重要，而且是非常的怎么说呢？非常的重要，而且这个是也可以说是比较复杂。为什么说复杂呢？这个只是简单的那么上师说什么，听到什么，或者佛讲了什么，这就是佛讲的一切闻为一切法，最后缘起心空，达到那个缘起心空的这个道理就是要明白的话，靠什么呢？靠那个闻法。没有闻法，那就是没有东西可以思维嘛，对不对？闻法的时候呢，就是必须得要平常都是要多听课，然后多对这个方面，就相当就是从细微的方面到怎么说呢，深刻的部分都是要去学习，学习了以后才知道的但这也是可以我们作为一个修行人来说的。我就前几天也讲过嘛，所以我们可以分为两种那么就是相当就是在一个比较简单的头脑比较简单的就是相当于一种学者一样的，就是比较怎么说呢，深奥灵融这个佛经的道理的，这样这两个呢可以分别，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里面呢，就是我们普贤上师言教里面这些都没有特别多的解释的原因是，因为这都是我们真正的修持的过程，前面应该就是已经是圆满了闻跟思，然后现在正在修持的过程。这个修持的一个课本当中呢，就是只有提到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今天为什么这里再补充一下呢？因为大家来说的话，就是没有做正在修持的过程，但是前面的文思方面来说的话，也是不是说是很丰富的一个文史的，没有这种的机会嘛，是不是？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特别要知道这些方面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闻慧是什么，思慧是什么，修慧是什么，这些都比较重要，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就好好的思维。
本则来着康州。